你好，又嚟到 Win Win Channel 啊！我係黃啟聰 Manfred。咁今次咧再講下唱片啦。咁今次要講一張咧，就係一位嘅女歌手，就叫做 Chappell Roan。咁佢嘅新唱片咧就叫做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idwest Princess。個中文其實好得意，就係叫做中西公主嘅喜與跌。咁咧其實咧係有個故事感覺，但係其實成張碟咧係冇一個連貫嘅故事嘅，同埋成張碟亦都冇呢首嘅 title song，可以講係一個靠個封面個樣啦，同埋靠佢個名咧吸引到人哋嘅注意。但係其實佢真係有料到嘅，因為咧今次呢張唱片亦都帶挈咗佢咧，就可以喺今年嘅格林美音樂獎裏邊攞咗 Best New Artist， 係打低咗 Sabrina Carpenter。咁究竟佢有咩嘅能耐咧？其實最主要嘅能耐就係佢有好多元化嘅音樂風格，能夠可以玩啲比較 New Wave 啊、比較 Pop 嘅感覺，亦都玩一啲比較有少少個性味道嘅深入去解釋一啲嘅音樂嘅味道嘅作品。咁其實裏邊咧雖然冇 title song，但係咧佢嘅氣氛都相當之連貫，尤其是去到唱片嘅中段之後咧，你會感覺佢開始上力，而且佢將嗰種嘅音樂個性咧逐漸表現咗出嚟㗎。咁其實佢好早已經出道咗，亦都曾經咧喺2019年左右咧就已經加入過其他唱片公司，亦都推出過一張唱片。但係推出完之後咧，好快咧就俾唱片公司 drop 咗，因為嗰陣時嘅疫情關係啦，而且再加到咧佢嘅唱片唔係話咁多宣傳嘅，結果咧就冇人記得佢嘅存在。於是佢咧就用自己嘅時間心機，慢慢去做歌，開始逐步咁鋪啲歌上網之後咧，就結果令到佢張唱片可以賣得好好，亦都成為咗美國嘅冠軍。裏邊有唔同嘅歌曲，其實有一首好值得推薦俾大家咧，就係叫做《Naked in Manhattan》，亦都係呢張唱片嘅第一首 single 咧。咁裏邊咧就有個好靚嘅 video 喺夜晚喺個 Manhattan 裏邊行，我着件好靚嘅衫，結果咧用呢個方法吸引咗好多人嘅注意力。而另一首咧就叫做 Hot to Go 咧，佢有啲嘅 cheerleader 嘅感覺，將啲 new wave 效果咧結合埋之後咧，真係好豐富，當流行曲聽又得，亦都可以深入慢慢了解呢位嘅女歌手 Chappell Roan 究竟佢有咩嘅能耐，而可以攞到 Best New Artist 嘅話，其實嗰啲評審亦都知道佢有未來嘅取向，亦都好過單一發展嘅風格，所以我覺得都值得推薦俾大家聽一聽。